扶輪公園中的眾樂亭，新界扶輪社的中式情懷與社區共享。在新界扶輪社的精心策劃與資助下，扶輪公園中矗立起了一座獨特的中式涼亭——眾樂亭。這座亭子不僅為公園的景色增添了一抹亮色，更成為了新界扶輪社與社區居民情感交流的橋樑。眾樂亭的設計充滿了中式風情，其結構簡約而不失雅致，融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元素。亭子的頂部採用傳統的琉璃瓦，陽光照射下閃爍着獨特的光澤，與四周的樹木和花草相映成趣。亭內設有座椅，供遊客在此休息、賞景，感受中式園林的寧靜與和諧。眾樂亭的命名更是體現了新界扶輪社的理念。眾樂即眾人共享快樂，這與扶輪社倡導的團結互助、服務社區的精神不謀而合。新界扶輪社通過資助建設眾樂亭，不僅為社區居民提供了一個休閒的好去處，更傳遞了扶輪精神，即無私奉獻、關心他人、促進國際友誼。眾樂亭的存在，使得扶輪公園更加充滿活力和溫情。每當夏日炎炎，人們紛紛來到眾樂亭下，享受清涼的樹蔭和微風拂面的愜意。在這裏，人們可以放下繁忙的工作和生活，與家人、朋友共度美好時光，分享彼此的故事和歡笑。此外，眾樂亭也成為扶輪社與市民互動的重要平台。市民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連接到國際扶輪3450地區的網頁，深入了解扶輪社的各項活動和理念。這種互動不僅增進了市民對扶輪社的了解和認同，還進一步推動了扶輪社與社區居民的緊密合作與交流。